各位兄姐平安，这时咱用敬虔的心，要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请奏乐。大官灵者的囝，你着将阳光快乐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乎伊，用圣洁的装塔敬拜耶和华。这是咱献开圣诗，圣诗38首，请咱献开圣诗38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俄勒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以做你大快乐拯救，你着俄勒尊重。听见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请兄姐起立吟全首。徛咧，咱要用四道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
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入来受苦，顶是历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请坐。这是咱要三甲来启用，请咱掀开圣诗后壁面1043页，1043页，启应文第25篇，请咱做伙来启用。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标杆赐予你，伊用逐好米，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勇壮。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藏受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嘞，伊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无成，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囝囝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使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这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这是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耶和华，大权能主，感谢你赏赐阮一礼拜的平安，互阮众兄弟姊妹今仔日有即个福分，围内坐伫遮要来敬拜俄罗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藏伫阮的心中，互阮认捌你，也认捌家己。求你帮助阮，愿意来顺服你。知影啥物是你对阮的要求，互阮的所做合伫你的教示。你的行做常常超过阮所想的、所求的。求你赐阮有智慧，知你的心意，伫生活中活出你美好的性命，互人会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伫阮的心上。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男神的奉献主日。恳求亲爱的天父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为着神学教育关心奉献甲代祷，互主的福音会当广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这是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
周报，有周报 PPT。消息的报告，第一项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男神奉献主日，欢迎陈树庆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敬请兄姐踊跃为神学教育奉献甲代祷。第二，本主日本会要举办祝老会救我关会救人活动，时间是9点到下晡5点，地点伫教会副堂的头前，请关会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关会，关会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第三，本主日本会举办医治头棒复兴祈祷特会，下晡场是2点，永暗场是7点，地点伫敬拜中心，讲师是李保罗牧师，欢迎中级小组长董监甲兄姐踊跃参加。第四，后礼拜主日4月初3下晡3点半，要召开4月份定期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第五，后礼拜主日4月初3是中会所定传道部主日，敬请兄姐准备心奉献甲代祷。第六，高北区定伫4月初10下午3点，伫本会敬拜中心要举办中秋节联合礼拜，请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为着要统计人数，请伫4月初3以前到2楼的柜台签名，请小组长协助小组员报名参加。第七，本会2022年上半年的装备课程已经伫3月25日阴暗7点半开课，敬请有报名的兄姐准时参加。第八，本会定伫4月24日要举办2022年野外礼拜，地点是九族文化村，费用成人是1400块，国小以上的甲成人是共费用吼。63岁到6岁到65岁以上，也是有新的妇女，甲有身障手册的吼，1100块。未满2岁是免钱。毋过，伊袂当占车位，也是用餐，也是拢无包括门票吼。费用是包括保险，九族文化村的门票、日月潭的缆车，甲暗顿吼。咱教会会友每一人有补助400块，合作社的社员每一个人补助200块。报名是到4月初3吼，4月初3礼拜日进前，10台车满。就截止报名，所以即道就是10台车满，咱就要截止报名。报名请敲询办公室。第九，有定2022年每日研经释义的兄姐，请到办公室签名领取第2季的册。第十，2022年本会受难酒甲各偌济纪念庆祝活动，如下敬请兄姐参与甲代祷。4月11到14。礼拜1到礼拜4，阴暗的8点是咱受难酒的祈祷会，地点是伫副堂。4月15，拜5阴暗8点受难酒的礼拜，地点伫主堂。讲师是理财喜牧师，伊是韩国长老教会宣教师吼。4月17，下早仔6点，母囝教会联合朝阳礼拜，地点还未确定，今年是原中教会主办。4月17，上午10点，各偌济赞美圣餐礼拜，地点是主堂。下早仔8点的第1场的台语礼拜要暂停一摆哦。敬中的华语堂的10点是照常进行。11，本会开始恢复拜六下晡3点到5点半的固定的家庭探访。4月初2星期六吼，安排如下探访的对象：景清省略。陈蔡和美、陈春仲、陈春雄、陈春仲、杨秀金、李国来。探访的牧长是王牧师、王世俊、邱兆娣长老、谢宝玲长老、邓维仁长老、周美惠执事、吴焕慧执事、陈学良执事。第二，具体消息：有讲幼儿园伫4月初8星期5，阴暗7点到8点半要伫副堂
举办随心出发的精力精顿亲子讲座，讲师是苏荣婷整理收纳师。欢迎兄弟4月初3以前办公室报名参加，因为需要统计人数以上。教界消息报告。高福门甲高雄牧者合约要联合定伫4月初3下晡的下午3点，伫即个玉女林粮堂，伫遐举办高雄教会 RPG 核心的同工的一个聚会，欢迎咱的小组长带领咱的导长做伙来参加。这需要报名，所以要往参加的这兄弟，请咱会记至到办公室来咱的干事来报名吼。以上。即时咱要来看圣经，请咱掀开圣经。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到第6节。以赛亚书第26章1节到6节，白话字是788页，台语汉语本是772页，和合本是834页。咱选到的是我来读。26章第1节。当迄日伫犹大地，人的确唱即个歌讲：阮有坚固的城，伊要用救恩立做城墙，做外长城。第2节，着开遮的门，互守信息义的百姓得到进入。第3节，坚心倚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倚靠你。第4节，恁着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照伴。第5节，伊互踮伫悬的所在的甲悬的城做一个败落去，伊要车倒引伫地面，落到尘埃。第6节，骹要吞打伊，就是送向人的骹，困苦人的骹，困苦的人的骹步。以上，愿上帝话刻牢伫咱的心内。兄弟大平安。这个时阵，让阮牧师伫遮来介绍今仔日早起的讲师，陈树庆牧师，伊捌伫咱的中会的家庭教会伫遮来服侍17冬，了后去到伫寿中的即个花中教会伫遐服务，现在嘛已经退休，总是虽然退，总是无休息吼，有缘帮赞一寡较弱小的教会。陈牧师现在是伫嘛是共款吼，寿中的新源教会伫遐服侍。真感谢主吼，陈牧师我想咱大拢足熟，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牧长。即个时阵咱用普仔声咱来欢迎咱今早起的讲员。好，伫牧师分享进前，咱请葫芦来献诗歌。
道咱要请陈树庆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永远的照伴。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学到你，你是稳定的主，稳定伫阮台湾这土地。我看见外国的交战，特别是乌克兰、甲苏俄，阮在台湾都感觉非常的幸福。虽然这武汉肺炎影响全世界，阮在高雄也受影响。总今仔日阮来当真自由做礼拜，若毋是你的恩典，阮就袂当安尼。我连台湾的，无论是教会每一个百姓，逐个人的食穿用拢无欠缺。阮相信，你听到台湾这个美丽岛，阮教会会当搁认真拍拼来将福音传递四周围。大声对阮的亲人、阮的朋友，仍来到伫厝边的信者。阮的教会有小组、有敬拜俄乐，实在是你恩典满满。特别有像教会，过去20几年来，伫陈牧师领导下面，一直来扩展长大，也建设敬拜中心。看见有像教会中级同工，逐个人。最认真地传福音的顶面，上面来造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灵性长进，上面来引带人来到你面前，真欢喜。今日是台湾圣纪念主日，台湾圣是来栽培传教者的所在。你使我这间圣人院，互这样圣人院老师学生拢有圣神的引带。阮下面时间要用你的话互相勉励，求你伫阮中间做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陈牧师娘吼，这何牧师，咱的各位同志大家平安吼，真欢喜啦吼，真欢喜。拄拄着真济老兄弟、老姊妹啦吼，这长长老吼，古早就捌啦，捌到有村啊啦吼，我伫家电住17栋，离开了来寿中的华中住21栋啦，住21栋，住到总会满大，讲70岁吼爱退休啦，退休。阮的长老讲，陈牧师啊，人即马吼会当速度住2栋，你敢要住？我伫华中钱领济嘛，一年领14个月吼。安尼恁2年会当领200万啦，安遮少，济啊！我毋嘛，我要来牧会啊！你呐，走去牧成员报道所，伫任务的所在，开拓已经10栋啊！我到今10栋啊！靡靡不尽啊！下晡3点半礼拜，礼拜啥人有人无会友啊？知影，大家拢因到礼拜下晡大家困饱吼，3点才礼拜，3点半礼拜啊。我当时的油厂教立法教会小议长曾延仁牧师啦，曾牧师啊，因迄阵开拓的时阵吼，开拓的时阵是我团队部安尼开拓的嘛。迄阵叶圣义讲4孔5孔嘛，阮也买起来啦，安那买起来？伊要卖240万，到的5档，借5档欠100万，剩140万啦。我招5个牧师，一人献20万啦，包括我100万嘛。搁去找迄个福星教的长老，讲你长老啊，你要献偌济？用我一卡20万，用我献半卡嘛好啊，10万啊。阮小妹陈淑华读咱圣院的，即马伫双连咧当 pipe organ 啊。伊讲我献5万，敢会使？会使啊。阮9月买，到1月拢行了啊。行了出问题毋知影，什问题毋知？你毋知影？煞袂关节啦，登记才能发钱啊，煞袂关节啦。就是袂关节，我会当再去牧会，毋知影？我若改做透早礼拜时吼，第一礼拜，
我买牧会时啦，阮庄严的牧师讲，陈牧师啊，袂使领钱哦，王先呐，互领钱倒去啊！哇塞命哦！讲无要紧无要紧，我有楼退，我楼退领2万1，哦。我上惊送，上惊啥来着？上惊姜伟来，姜伟来楼退都无伊，对毋对？哈，迄失电哦，我皮出来，你知影？讲哎呀，姜伟来啊啦！我毋是啦，毋是姜伟来啦。我一个月佮迄6000，阮本来拢交500中月位，对毋对？阮今年交偌济，你知影？交22000几箍啦，足一人难现啦。包括今日陈丽萍姊妹佮摕钱互我现，佮要献阮教会，好。啊，所以吼，一间报纸所12个人礼拜，阮12个人吼有3个拍打的哦。我无骗你啊！今日拍打的佫来呢，伊讲牧师啊，我讲创啥？我要来祈祷，我好。我袂早倒位就来安尼，我带伊祈祷，祈祷了我送伊一块啥？送伊一块芳，才大地互伊，互伊欢喜甲。用今日敢有求道？讲有，今日10点求道。迄个人知影啦，网络快啦，你若点我网络快啊。伊讲牧师是我的好朋友，我讲我好朋友啦，对毋对？我请伊物件切一半，用咱将一半，用咱两个感情较袂散，我向分道。伊伫阮庄里哦，无人咧插伊，多甲阮教会插伊尔。伊来祈祷，我讲出来祈祷，讲来换手祈祷。会用唱2首歌呢？用唱1首歌呢？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用唱呢？祈祷了，佮念主祷文，讲念主祷文，恁知影？伊出的时阵物件摕到阿弥陀佛，我袂使。爱讲哈利路亚，好，今日就讲哈利路亚，恁知影？爱来改变伊的思想观念。阮同学会伫阮教会时阵吼，阮一个牧师就讲：，但牧师啊，你这3个拍打的，敢有啥物路用？讲有，因为因需要耶稣，阿妹吗？他们需要耶稣，伊改变足大，改变足大。竟然会晓要来求道，用讲求道啦，啊，会晓要找我祈祷。我送伊一个十字架啦，用牧师这个十字架吼，迄个吼挂这个十字架吼，真圣呢，讲当然圣无圣，对毋对？吼啊，所以吼，伊叫做伊姓陈啦，啊，叫什么名呀？我啥名啊？陈春莲啦，啊，因早影叫张伯家啦，啊，弄会来做礼拜，所以阮内面有3个拍带哈，3个拍带啊，替阮祈祷，阮祈祷。我若庄严牧师讲，我牧会到当会时，恁聘请传教者，我就要离开啊。用安那无咧，无我做到80，我只满72啊啦，我要8替我祈祷哈，互我信心能勇行啊，因为我看，你知？因为我会跋倒咧，老人我跋过6遍，跋3遍拢无安怎，你知影？啊，我装经啊装2支，搁一个电池，你知影？所以我残障咧，你知？我对于我头妈话讲，先来装电池，你知影？拢会有害啦，会拢请我食乌鱼子啦、龙虾啦、金马啦、虾啊啦，食拢装电池，你听无？恁吼，当家牧师甲牧师娘吼，食较歹，我听我讲。到时装电池就甲我同款。啊，陈牧师是我所敬重的牧师啦吼，我2000年阮做为韩国，啊，即摆伊诚做国际上有名的牧师啦吼，有名牧师。恁敬拜中心成立的时吼，伊讲迄我异象，所以先去遐。迄日礼拜时我讲道第一摆我要记咧哦。要20档啊嘛，对20档啊。我条叫啥？叫做多而又多。恁一个长老书会，毋是中会书会哦，二长一哦。迄长个用翻台语，知影？我华语好多又多的。伊讲济要较济，你看嘛，迄长老毋是对长老啦，毋知对一个啊，啊书会的长老啦，啊济要较济，无毋对。耶稣讲啥？讲有诶要互伊，对毋对？啊无诶咧。连你有也要收回去啊！阿妹吗？
今日我会用这个经节甲咱勉励，这个我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永远的照盘，永远的照盘。伫咱圣经内面，马太7章24节25节，我有叫咱迄个咱拍这个经节软读啦。好出来哈，咱做来读无紧啦，看遮都有啊吼，预备嗨。所以，既若听我这个话来行的，要批评知识的人，去伊的厝伫石盘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到迄间厝也袂倒，因为地基伫石盘顶。后壁无吼？佫一则我无来讲，我头先听无要紧。这个7章24、25嘛吼，这是聪明的人嘛吼，聪明的人吼，对，好来26节，歹势26节，既若听见我这个话无行的人，要批评戆人，起厝伫山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就倒，搁伊的倒是上重。聪明人厝起对啊，石盘顶；戆的人的厝起对啊，山顶。有首歌，我要来唱啦，我请唱大家唱哈，我来唱。你若要比一个比就好啦，免徛起来啦哈，一个比就好哈。因唱我比哈。我从高一就教书就学啦，教到真要咧教，你毋知影？阮儿童也要咧教，对毋对？这儿童伊摕出来比吼，大家做好比啊！你若看我 FB 吼，若拍陈世新就看我咧甲因比啊，你听有无？人讲，陈牧师啊，这送甲你比啊，该学的啊，该想的啊，该想的啊。这头壳哦，上帝互咱对毋对？我袂想的。去伫石盘顶甲山顶有差无？有差。听耶稣的话是去石盘顶，毋听耶稣是去山顶哦，山顶哦。请问，咱高雄市是山顶还是石盘顶？高雄市呢？恁就是哦，毋知影啦。我有听我讲咧，我台湾南少的。我囡仔时吼，阮老爸三民教育会，我1年读三民国小嘛，2年才读4年国小嘛。我三民国小的时吼，拢有一个卖啥呢？卖鱼丸肉丸的人，伊拢安尼念。国小6岁嘛，对毋对？今仔72岁啊，60几年前的代志，我记咧，毋知影？你要听无？张乐奖拿15块哈，伊拢安卡衫。鱼丸、肉丸、大干煲、蛇丸、盐镜煲、五赞老啊第1罐。你知我念啥无？
伊规路行3个方向，你徛拢卡3个尔。鱼丸、肉丸、大干煲、西仔丸、盐饼煲、五赞老仔第1丸，五赞老仔有记得无？要古代大新桥路迄个角海顶，要贵人钱。阮后来搬来伫青年路嘛，青年路伫阮遐有一个水塔，对毋对？拄啊5层楼啊，有咧用无？谁人无咧用？伊5层尔。水底去了放落来水管拢白。阮青年路水管白，是安怎？因为迄阵水管是日本人用红土做的。修理2档的时修理好的时阵人用起6层、7层、8层起哩啊，所以迄个塔到阵拢等于是无用过，你听无？当年爱插油插的无倒，你知影？叫做自来水什么公园呐？你去看无啦？伫5路啦，文化中心迄个啦，这偌水的，你知影？迄个开咱公司的钱伊愈插愈高，对毋对？会倒去。所以经过5、6档爱搭铁架搭插扣落来，扣落来了，再去用松香水洗一遍，洗了再去抹啥呢？抹个黄锈漆，再去擦一遍，再去擦落水水。安知影毋知影？你嘛看戆戆呢？我有研究，你毋知影？哎呀！大干煲、西仔丸、盐饼煲，这拢是什么地啊？沙地啊！请问，沙地甲石架地甲这个石盘地差伫对？乌地基的时阵沙地凊彩乌就好啊，听有无？所以咱抽水，再个顶起啦。石盘顶呢，毋免。我喺韩国看一间教会敢若乌迄涂骹好看乌几档，逐档伊拢看咧乌啦，卡啦，对毋对？香港拢去伫石盘顶，会倒袂倒？这是今日要分享的我这咧讲事论尔袂讲本论的。我有看时间我尽量我用伫9点会当9点10分咱讲煞阮这个何牧师这个好朋友。伊讲叫我们讲伤久啦咱看圣经，拄咱读的圣经内面，伫以赛亚书20章这个第1节到第6节，第1节、第2节我来读。当迄日伫犹大地，人得甲唱即个歌，阮有坚固的城，伊要用救恩立做城墙，做外顶城，着开这个门，互守信义的百姓得着入去。上帝用心来起造，用救恩起造城门，阿免吗？哎呀，咱的教会是用救恩起造的。今日礼拜非常好我要进教会礼拜三场的咱是礼拜3场，但是场是顶2场。头一场拜5礼拜，拜5暗时8点；第2场拜6 10点；第2场拜6 8点；第3场礼拜10点。听到教会讲牧师，恁这三教合一的，讲什么三教合一？阮基督教呢，我毋是。拜5礼拜就是礼拜6要佚佗，你听有无？无礼拜梗有车撞死，所以无礼拜袂安心。拜6礼拜6是要出去有场教会头一场是拜6，礼拜日透早6点礼拜。拜6礼拜就是礼拜日要出去佚佗。无要佚佗10点礼拜。我讲拜5礼拜，因为我以前读册，我知影。拜5礼拜是回教，拜6礼拜什么教？犹太教。礼拜咧，基督教。所以你三教合一，你讲哈？拜托咧，
礼拜日是主日，做礼拜是当然的代志。阮老爸传到遮，我对细汉到即阵，毋捌礼拜日无礼拜。用陈世信，今天呢要去考试，要不要去啊？我们不能去，为什么？我要去读主日学。读了，去做大人礼拜。啊，阮坐伫圣乐队吼，即位叫阮坐伫遐，3、4兄坐伫遐。牧师讲道的时阵，苏天牧师讲道的时阵，我就开始困。伊暗暝的时阵，我就醒。讲真诶啊，对毋对？透早7点就开始教会啊，8点出去学，舞到尾啊，阮老爸去做礼拜，吼，礼拜了的时阵，圣乐队唱歌伊讲，迄3个咧困啊，这3个咧当然困啊。但是牧师若暗暝的时阵，我拢会醒啊。我对圣到即阵，毋捌一日无做礼拜，包括我咧传去，你问陈立明就知影，礼拜日做礼拜，佮收奉献，透早佮做礼拜，哪会使无礼拜啦？上帝用恩典做城墙，做外顶城墙，对毋对？毋然呢哦，第10讲哪讲开这的门，门有开无？有开。我喺新园的时阵吼。头一个传到遮去吼，我讲国语讲很扯啦，很扯，台湾人讲啦，啊，真嗨就对啦。拜堂门无咧开，拜三开一摆，暗时礼拜日开一摆，拢关呢。我去吼，拢若开开，开去拢会催咱啦，对毋对？会催咱开工泡茶啊，会沟通啊。迄预定车讲奇怪，现在门有开了呢。我讲我当然有开啊，我住在这边呐、啊，你是新来的哦，对呀、啊，对不对？我潘姐讲，我新来的还没有领钱呢，潘姐讲一句啦，还奉献呢，上帝恩典无啊？恩典满满，恩典满满。我对细汉到今日毋捌无礼拜。因为上帝啥用伊的恩典做外顶的城墙，搁把门拍开，互人入来，要入来人就啥来头前信息，对毋对？咱要做礼拜时吼，爱有信息咯。咱第8堂讲别差袂啊？咱祈祷最后讲啥？阿免什么水毋知影？我讲的拢真的哦，安尼啦。所以问阿免了，讲我阿免了吼。我这假啦，对毋对？我要求圣诗呢，讲我要听主，对毋对？啪一个就来个，记得圣诗作者种圣诗，古圣诗。这话讲啥？讲真的吗？真的吗？我要挖颗珠，真的吗？我要10个奉献，真的吗？拜托的哦，话拢伫内面。咱记得讲阿免，小心，若无你就莫阿免。你阿免了的时候。爱教因行信息，信息。啊，第二样呢，义的百姓，咱有称作义无？要做义的百姓，信耶稣叫啥？称作义。就是讲啊，今日我来油松教会吼，就是油松教会吼，牧师娘真水，要来看牧师娘，绝对毋是安尼啦。牧师娘水无啊？啊，拍者破咧啦。因阿公做长老做医生，我捌人讲请过，我来讲哦，因阿公做医生啊，佮做长老啊，我是人生伊啊无关啊，结果吼，因阿公台阮请伊食饭，打讲一句话，讲等下安那，迄歌问伊妈歹唱，大家拢免唱安尼啦。我就是讲是人伊摕歌来唱，毋知迄歌大家拢免唱啦，所以以后我更好唱的歌，因为信徒足侪免唱歹唱的歌，今日咱来是要来敬拜上帝，对毋对？信耶稣就称作义。我伫花中时一当哦，足侪人哦，无代无志入来哦，讲你要做什么？我要信耶稣，很好。信耶稣要做什么呀？要读圣经，爱上纪要真理，要受洗我就加一堆的系列啊，因为要得到信耶稣称作啥？称作义，讲无啦！我今日吼来这油松教会吼，都吼圣歌队真好唱啦，较早吼
咱这联合个别礼拜，你敢知影？我爱听恁女选唱咧，拄啥？敖唱献歌队咧，好，今日有敖唱无啊？拍一谱啊咧！我伫花中哦，唱歌所拢拍谱啊。人讲牧师，这拍谱敢有下伫长老教会？讲是啊，长老教会咧拍谱啊。延光归于上帝，讲毋对。拍谱啊，当然第一延光归于上帝，第二大因鼓励咧，对毋对？第三后摆佫唱较好咧。迄话教会偌好唱咧，唱咧到底吼，无意无意坐咧，毋知好后摆来拍谱啊。你知我意思无？韩国拢拍谱啊，唱到赞有赞无啊？啊，恁也无咧拍谱啊，咧赞。咱牧师你毋是黑白比比的呢？你知影无？迄上帝因唱了时阵，他拍谱，他鼓励，演光上的鼓励，因后悔吼，就会唱好，啊无吼，黑白唱就得啊。义的门要互义的人入来，互义的人入来。哎呀，欢迎每一个人。所以第30讲啥？坚心倚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倚靠你。上帝保守咱平安无啊？有平安。阮今仔日吼3个祈祷会，早祷会3个，包括咧啪嗒啪嗒来吼，多4个。啊，迄个吼还袂祈祷就来啊啦。牧师啊，讲安那，我要来祈祷，好，我来换手祈祷。你对我念，伊转去了，阮3个祈祷会。上尾迄句我念毋知影，因拢对我念，阮3个拢对我念，拢会晓念啊啦。天父上帝，今日互我无论行路、桥倒摆、驶车、坐车，拢平安，喜乐的圣神充满我的心。所以咱有喜乐无？有喜乐。我是喜乐牧师，喜乐牧师带给教会喜乐啥？喜乐教会。哎呀，十分平安。我开车吼，桥头拢爱先祈祷，才有桥头爱开车哦，对毋对？我今日开车就祈祷。啊，我吼过来前就为着要讲到祈祷啊哈，因为吼我足惊单敬的牧师咧，毋知影。加早伊袂晓听啊，伊倒来手讲，吼你问来听我祈祷，我会比你错呢。用牧师爱讲笑啊，随上哦爱祈祷，凡事祈祷，我祈祷无遐些，因为我走灵运的嘛，我奉献祈祷嘛，你知影嘛？驶车嘛祈祷，看到人嘛祈祷我一日祈祷偌济人，你毋知影？迄命吼，命拢爱互我知影，搁爱看到伊的相。我伫即个家庭的时吼，逐日祈祷140号吼，用40分祈祷，逐个人拢祈祷1摆，看伊的面祈祷，上帝恩典满满。第2项，头前就是上帝的城，第2项是啥？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第4节，伊讲。恁着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伊互踮伫悬的所在的甲悬的城做一个摆落去，伊要车倒伊伫地面，落到尘埃，骹要吞踏伊，就是颂扬人的骹甲困苦人的骹步。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咱来永远倚靠耶和华。真侪人咧讲咱台湾吼，即个中国吼，中国是不一定是共匪啦吼，共匪就共产党才共匪尔，其他毋是啦。中国即个习近平即个敖人，讲要占领台湾，讲加在即边乌克兰战争，你毋知影？乌克兰战争吼，中国吼伊就真想咧，你毋知影？为啥你知？咱台湾武器吼，全世界第2济，你毋知？第1济对，你毋知？以色列、比利啦、排个所在啦，咱台湾排第2济呢。咱以色列交配袂歹，以色列派13个人来，但咱的飞机拢排甲舒适。啥叫伊来？
因边仔是无海呢，是毋是安尼啊？迄弹起来变啊弹吼，伊讲，伊甲咱的国防部讲，哎，我帮你排甲数是数息，是毋是安尼啊？要过海的时阵变啊战，听讲最近咱要去买就对啦，讲买咧到地吼，讲会比一些较济啦，比例上啦，一些是咱台湾的2/3尔，咱一些是啥物地啊？老啥？咱台湾的，哈，你毋捌？伊讲，阮以前是老年甲边个地讲无介好，阮台湾哦，选择黄金之地，阿免无啊？但咱丰收了吼，咱台湾的食品吼，咱家会阁有够。咱这远产拢做啥？拢正规制对毋对？袂使。咱才有屏东人无？屏东也少看嘛？哦，你屏东的吼？屏东的猪啊，一年几挂？3挂。屏东的水免抽呢？阮老爸带潮州啊，迄弄了了，咱木白木，铺咩铺子点知影？哈，即马吼猪啊，俗大拢正规制啦，什物点无得再灌盐水啦，哈。啊，西瓜接啥？西瓜接啥？西瓜接布仔丁啦，你使毋捌？嘿，哈，你使吼，你拢无研究，你看无爽爽哦。西瓜接布仔丁，逐粒起来水当当个甜不不，对毋对？啊，即马上个什物果子毋知影？无花果。屏东咧种的时阵哦，打出来1公斤800，你上网看，即马1公斤400，青哦。无花果，无花果是野生，我以色列啊，以色列无花果对毋对？啊，第二啥？车橄榄，橄榄即摆用设地物件对毋对？毋是咱台湾橄榄啦。阮去读册吼，阮的顶蒋彼得森吼，迄橄榄玫瑰咧食呢，橄榄伫树顶是足涩的呢，落来爱浸1礼拜了，才会食一点知影？哎，食橄榄无胃病，食无花果无癌症，安尼个么啊？请厝里头将种10丛啊！爱食青，咱台湾有无花果无？什么花？青啊啦！青啊，姊你捌食过无？哈，恁就是好嘢人无食。阮细汉拢捌毕竟青啊顶面食青啊籽，青啊籽是毋是无花果啊？你有看青啊开花哦？无花。青啊籽白开内面的籽，含无花果的籽。一模一样，你听有无？是毋是安尼啊？拜托咧，你莫看我爽爽，我有研究，你毋知影？青子会食一尾啊？会食一，阮囡仔无通食，逼去青啊挽青啊籽，敢若说毋免说，愈咧就擦，就食落啊，对毋对？青啊，甲无花果啥是共科哦，咱才有读迄个生物的无？哈，我考试一个，共科会安那？共科会接一啦，你听有无？会接一，咱皆知啦。啊，你无共科你接看觅就死啊！阮共科对毋对？吼，他扯起来接咧，接皮，搭心白白的吼，啊，糊咧，看咧，啊，就哇，共科会接一。无个好种无？好种。莫种伤悬，这样得慢会着，加起来了，去迄店吼，要一个啥？要一个生根剂，搭运的早，用咱培养土对毋对？伊就发根啊，10支生10支，爱流目，你听有无？食咧到地吼，拢无癌症，所以伊些人吼，无咧着癌，无咧胃病，食草柑仔，甲食啥？无花果，安知影吼？无花果毋通去迄个啥呢？毋通去中间买大哈，爱食淡的，安知影吼？台湾遮好的所在，对毋对？吼，啊，其他所在好无？我好摇花，对毋对？伊是按石盘第50，伊讲啥呢？伊讲悬的所在的，甲悬的城要摆落去啊，高在上的吼，毋免烦恼啦，上帝要互伊失败啦，啊。
孙悟空，哎呀，我高高在上，全世界这个武力是第二个苏比公尔。这个乌克兰哦，3日都要拍落来，结果拍到今仔已经31日了呢，还未落来。感谢主，死别人无死咱家己，所以吼，伊拍败对毋对？本来今年10月吼，中国要来统治台湾，你有听电视咧报吗？即马习近平想者讲，嘿，无遐简单啊，无遐简单啊！啊，咱这蔡英文总统虽然是无信耶稣啦，但是啊信心充足。咱这的政府啊信心充足，你过来我就把你打下去。你有看你有看咱的一个迄个上司啊无？在七船啊时阵，去就接一粒飞弹呢。啊，飞出去人炸着一台飞船啊呢，用哪准啊？好，叫名臭头去，但是迄粒飞弹卖足一亿，大家拢来买，怎么有那么好东西啊？用中山研究院做的啊，卖给我们，互你看嘛呢？迄个吼，迄个上树啊，什么树啦？尔吼，七船啊，遐饲一个准飞出去啦，飞出去伊会自动寻找嘛，看伊那炸了迄种点落，你知影？啊，你武器好歹？好。你无看这报道吗？2、3年前，我你有看到吗？对不对？吼，台湾的科技对不对？即摆咱这晶片上无爱卖双好尔，伊真正是做袂出来。上帝听台湾无？听台湾。所以咱热心听主是当然的代志啊！我今日做牧师来牧会前教会。当然的代志啊，对不对？要去做咧。我要甲阮陈建牧师讲，退了个牧会，牧较细间的，对不对？牧个报道所，迄5、6个迄款迄若当牧师去吼，连写叫啊，你知影？有人讲当牧师啊，你牧会了，敢有啥物感觉？讲有啥物感觉？较袂出呆。我敲电话去问遐牧师啊，讲无啊，即若无咧牧会，2个翁仔某坐拢相看，囡仔大汉啊，空巢期啊，对毋对？啊，除了烧煤以外，拢无代志啊。实在有影吼，有代志做好啊歹？好，上帝咱开迄个好的门开开，对毋对？悬的要落来，骹要吞大音，就是送人的骹甲困苦人的骹。所以咱来帮助送互人甲困苦人。我逐礼拜拢接有中心讲道啦，接有中心知毋知？恩感中心啦，我一个月来献1000啦。我拢摕两个即个下大地迄个啥保特瓶去，伊一个底米啦，底饭啦，啊一个底菜，饭是新的，啊菜拢回收的。可能回忆讲，啊这菜你敢食？我谁人毋敢食？这菜吼，迄个好的啦，军中食剩的啦，甲人迄个拍菜迄款的食剩的啦，但伊就随时及时冷冻嘛。看今几个来礼拜嘛，礼拜了伊就汤咧吼，伊就食，人伊嘛食这，因会食一，咱才袂食一，对毋对啊？啊饭好的啦，我拜月嘛食遐呢，拜月吼，一个饭啊，甲一个迄吼，我菜也食了。啊，我中两查囝伊讲，啊，你饭呢？饭我变2撮就好啊。饭老咧吼，用我烧对毋对？就会食一啦。啊，菜无食会歹去啊，对毋对啊？讲啊，你饭配啥？讲简单啊，饭加白食嘛饱，啊无吼，我先教咁好，去全年买一罐干贝酱，听有无？他沤出来吼，啊搅搅来食，好食。你试看觅咧，干贝酱。一罐89块，干贝酱。若要食咸的，经咸的；若毋食咸的，经莫伤咸的。干贝酱你知毋知啦？出吼，拢免配，甲饭就好白啊沙沙叫，啊泡一茶，泡一滚水，食就饱。生活简单，毋通食伤好，心脏会塌的。我讲，
上帝恩典真正大。啊，所以今仔日上帝恩典遐尼大，要做一个结论。哥林多前书10章1节到45节拍。好来，咱读下1节到40来背。嗨，兄弟啊，我毋爱恁毋知，咱的列祖拢伫坟里，也拢对海中经过，也拢伫坟中、海中受洗礼，归伫摩西，也拢食同一样的粮食，也拢啉同一样灵的饮，因为因所啉的是对因伫灵的召唤出，迄个召唤就是啥？哎。召唤就是基督，这保罗讲的。我题目叫永远的召唤，耶稣基督是咱永远的召唤。今日咱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但咱说咧，咱这召唤顶有经过无啊？经过。信仰只有一项尔，我今日无讲迄个道理啦，讲袂了，道理讲袂了。信，相信，基督爱相信。今日这摆爱相信，这摆相信啥？相信耶和华祝福呐，若无吼，恁爸爸无采人礼拜啦，佮来奉献，对毋对？佮献200块，佮献1000块，无采遐个钱。啊，无相信哪？相信我这200块献落，1000块献落呐。上帝拍开天顶的窗啊，变福气互你，互你安那无地通的，阿妹吗？感谢主。今日咱若对台湾新人伊有感动的人，咱就奉献啦吼，少少无要紧吼，50嘛好，100嘛好，吼，1000嘛好，吼，都为着向伊奉献吼，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阿乐你，因为阮知影你是阮永远的召唤，耶稣所用救阮起城墙。欢迎所有人进入，耶稣就是阮的召唤，为了阮顶受见老主保护，互阮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满满。今日阮相信，阮来做礼拜，无规日空空。互阮伫今仔日，无论吟诗学乐、祈祷、奉献，拢要领受上帝你的福气满满伫阮逐人的心上。阿门。互阮转去。定心伫来，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请咱献开圣诗582首。自比疼痛大人君，自比疼痛大人君，愿你照顾我灵魂。大影那山砍落来，大风冲狂那吼西，都市以外拢无路，这心愿你请照顾。带我平安到天下，阿乐上帝大尊名，兄弟请起立吟全首。Yeah.
坐。功德，请何牧师。这时阵，咱要做伙来祈祷咱来掀开咱周报内面第5页的所在有大岛的消息伫遮咱要用这段时间要来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教会所推展的各样的事工也为着身躯有欠安的兄弟姊妹咱来做伙来做声来祈祷吼。亲爱的主上帝，主阮将阮所疼惜的这个土地，阮的城市来摆列伫主你的手中。主你予阮住伫这个都市，住伫这个国家，就是阮爱听阮的国家，听阮的土地，听阮的人民。主恳求你来特别是阮伫台湾甲大陆这两方面虽然有侪的这个威胁，总是主你来保全阮。喜乐平安利中这个中午，做帮咱两边的这领导者，对主遐来的智慧，主愿你予阮知，若伫这个所在，阮会徛起有主你是阮平安的保守以外，你也予阮所徛伫遮的百姓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主阮也将现主是伫战争中间的这个俄罗斯甲乌克兰将因的战争也摆咧伫上帝手中，主啊，愿你来帮咱止息即届的这个战争。有侪人因为这个战争有死亡、有受伤，侪难民伫这个中间也都闪到其他的所在。主啊，恳求你，特别是阮来人民台湾。无地到寒热伫即个中间，主你也手术互两国的即个因的总理会当有聪明智慧，紧紧来谈和解，互平安手术伫即个两国的中间。我也恳求主帮咱伫中国经济站有即个东方的航空的飞机实施恳求你来安慰遮个死亡的灵魂。这厝内的人，将阮的教会来摆咧伫上帝面前，就是70周年所要推展的工作在进行的时阵，有愿需要上帝你是阮的手来带领，主感谢你将教会所推展内外事工交托，也愿你来带领，身躯欠安的主你来怜悯伊哋。是啦，主你是听阮祈祷的主，听阮祈祷的上帝。主，阮众兄弟为了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教会，为着阮的国家，阮所徛起的都市，甚至是阮的机体有欠安软正的人，主，阮摆列阮的祈祷，愿主你听阮所祈祷的声，也带领，互阮伫即个中间身躯有欠的兄弟，主你来施恩，你来怜悯，你来医治，你也帮咱。伫即个台湾即个所在有即个疫情的即个部分，恳求主你，互即个疫情会当紧紧来消磨，帮助阮伫个人的事、农工商顶边无受到任何的威胁。阮也恳求主帮助，互阮两岸会当有和平伫即个中间互即个主你所示落的稳定。毋若伫台湾，也要伫世界的各国特别将乌克兰、俄罗斯也仰望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愿你帮咱，互即两国会当紧紧，互因的战争来得到即个和解。主啊，互因无阁因为安尼双边的国家的人有阁较侪的死失。愿主也带领伫阮的教会。特别伫70周年的时，阮有侪事工伫推展、伫进行。愿上帝也带领阮，主啊，你怎样带领阮过去70冬，也互阮伫70冬的一个新的开始。阮要有搁较大的即个福音的事工伫进行的时，愿你喜乐也带领阮，互阮果然照着主你所互阮的应允，阮要来开阔即个。
阮的教会，互侪侪灵魂受主的吸引，进入到即个中间。愿你是阮听愿所献上祈祷的声，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即是咱要请执事来收奉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众兄弟姊妹，无论事农工商，拢有配得货财的能力。但愿奉献淡薄的金钱，为做教会各项事工的路用。愿你欢喜接纳阮的所献。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恳求。阿门。咱游完起来，祝福齐恳。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这请坐，密道。